后来，过来是民进党重新来改造，再起公布24位新任的主管，有4成来自民间，包括有农民、有艺文界的人士、有中小企业的头家。因为每一个人拢兼无同的身份，所以号名号做社港团队。但是有共同的目标，就是捍卫民主。民主生活更长久。 民进党中央伫过年后公布新的人数，有4成是为民间找来人才，像农渔部主任黄德成是一个农夫。我们希望未来跟农民和渔业界朋友沟通的时候，有一个真正有实务经验的人，跟他们讲共同的语言。 公共关系小主任谢武丽是一个中小企业的头家，文宣部主任王碧君捌伫成品做过，是新任的发言人之一。另外一个发言人李明利是来自政党较支持男的家庭，有一个囡仔。也是个公民的角色，我们希望能够为保卫、捍卫我们现在已经共有的民主生活。 有媒体针对政党形象甲国党立委满意度进行民意调查，国民党整体满意度为22%，升到41%，赢时代力量甲民进党。一个皮球被压得越用力的时候，它只有弹得更高。我们在用力的往上弹。新的战斗团队无分派系、无分职业，敢有法度让民进党更较接地气，面临考验。